根據咧喺頭先咧10點鐘開庭之後，杜麗冰法官呢就係負責宣讀呢個嘅判詞。佢就話咧呢一份判詞咧係長達47頁。而根據咧新聞摘要咧，其實咧就提到啦，黎智英呢3項嘅控罪咧，首先第一項呢就係呢一個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咁喺咧判刑嘅時候咧，法庭咧就作出咗一啲嘅考慮㗎。咁就住咧發布煽動刊物罪啦。佢哋咧就提到啦，由於呢啲係文章係以實體版同埋喺網上平台嗰度發布，而咧亦都係考慮咗文章嘅數量啦、參與發布文章嘅人數以及係罪行持續嘅時間啦。咁法庭咧評估之後咧就裁定咧呢一個嘅串謀咧係屬於最嚴重嘅級別嚟㗎。咁所以咧就係以一個咧係21個月嘅監禁咧就係作為量刑起點，而喺罰款方面咧，就係以4500蚊呢係作為呢一個嘅量刑起點嚟㗎。而就住咧勾結外國勢力嘅2項控罪啦，法官呢，佢哋就認為啦，呢個串謀唔單止咧係經過精心嘅策劃，而且係早有預謀，因為咧係使用到網上平台啦，係接觸到本地同埋海外嘅受眾。而第3項控罪呢，就係講緊一啲勾結外國勢力嘅行為咧活動咧係喺香港嘅境內同埋境外進行㗎。咁所以咧，其實咧，無論係公開進行啦，定係隱晦嘅行事咧，其實咧都係促成咗外國政府去針對香港特區以及係中國同埋香港嘅官員咧，係達至一啲嘅制裁行為㗎。咁所以咧，其實咧，而家最新嘅就係咧，佢哋3項嘅控罪啦，就住咧，其實呢一個嘅煽動刊物罪咧，其實咧本身嘅量刑起點咧就係15年，咁而就住咧串謀勾結咧就係用咗呢一個嘅20年㗎。原先呢，就係就住呢個嘅勾結外國勢力啦，咁就係15年嘅量刑起點上面呢，係呢個係一個量刑起點，但係因為咧嚴重嘅罪行咧，所以就係增加咗3年，咁就係定出咧係18年嘅暫定嘅刑罰嚟㗎。不過咧，考慮到黎智英嘅求情咧，法庭係接納佢比較年紀大、健康狀況同埋係單獨囚禁嘅因素加埋咧，會令到佢喺獄中嘅生活咧，比起其他嘅囚犯咧係更加艱難。咁所以咧，法庭咧就住量刑咧作出咗扣減。咁首先呢，就係呢一個嘅發布煽動刊物罪咧，刑期就係扣減咗1個月。咁所以咧，最終咧呢個判刑咧就係咧係20個月到㗎。而就住咧係呢一個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啦，就係咧分別係定咗20年同18年。而咧其實黎智英咧係涉及另一宗嘅案件，法庭咧就認為咧係同其他另一宗案件咧就係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咁所以咧係2項嘅串謀外國勢力罪咧就分別咧係判咗20年同18年㗎。至於咧其他嘅蘋果高層啦，同樣咧亦都係有一個嘅判決㗎。法庭就認為啦，重犯證人張劍虹、陳佩敏、楊清奇、陳梓華同李宇軒呢，每位唔單止係認罪，而且咧喺案中咧係為呢一個控方去作供。咁法庭所以咧就裁定咧佢哋係一個誠實嘅證人，而佢哋嘅證供咧對黎智英啦同埋各個公司被告咧嘅定罪係起咗重要嘅作用。咁所以咧就係信納咗引用《國安法》第33條咧嘅一啲嘅條文，就可以對佢哋咧係從輕同去減輕個處罰，咁咧係判一個比較量刑起點比較低嘅刑期㗎。不過咧之前咧喺求情嘅階段咧，辯方嘅律師咧就曾經提到啦，佢哋咧有一啲嘅被告咧，其實嘅作供咧就係一個嘅超級告密者。不過咧法庭咧就喺呢一份嘅判刑理由書就話咧唔係接受重犯證人咧冇一個嘅重犯證人咧係屬於超級告密者㗎。就住陳梓華啦，法庭就認為啦，佢嘅證供對黎智英同3項嘅控罪定罪咧係非常之關鍵，當中咧就係提到係台灣嘅會面啦，係將劉祖迪、李宇軒同埋黎智英咧係聯繫起嚟。不過咧，法庭都留意到啦，其實陳梓華係喺英國出世同埋受到教育，咁佢對翻英國咧可能有啲疑慮㗎，尤其是啦係同謀嘅人士仍然喺當地係在逃。咁所以咧，最後咧，法庭係判佢嘅總刑期扣減係8年9個月。至於張劍虹啦，法庭就接納佢喺呢一個嘅2020年曾經係一次捐款大約500萬啦，係俾蘋果日報慈善基金。咁之後咧，佢都有定期同自願係參與一啲嘅基金工作同慈善機構活動。咁
咁而其他嘅捐款呢，係達到180萬至到190萬，咁所以呢，法庭就認為呢，佢係有一個正面良好嘅品格，咁所以呢，就俾咗個總刑期扣減呢，就係8年3個月㗎。至於另一位嘅從犯證人啦，陳沛敏啦，法庭呢同樣呢係考慮到佢喺《蘋果日報》慈善基金呢係有一啲嘅工作貢獻，而亦都同樣認為呢佢係有一個正面良好品格嘅考慮，咁所以呢總刑期扣減就係8年㗎。至於重光團隊另一個嘅成員李宇軒啦，咁法庭呢就接納佢喺21年3月返香港之後呢，就係充分配合當局嘅調查。咁佢就用一個內部人士嘅角度啦，去就住呢個嘅重光團隊同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IPAC 嘅工作呢，係提供咗一啲好詳細同重要嘅證據。所以呢，亦都係提供一個總刑期扣減呢，去到7年9個月。至於楊清奇啦，由於佢係及時認罪同埋協助控方，咁法庭呢就提供呢係7年6個月嘅刑期扣減。咁另外咧，考慮到佢屋企嘅狀況，就基於人道理由啊，咁所以咧法庭就額外扣減3個月，所以佢嘅總刑期咧最後係7年9個月㗎。咁所以咧再重翻一次，其實一個從犯證人嘅判刑啦，張劍虹就係監禁6年9個月，陳沛敏呢就係監禁7年，楊清奇呢就係監禁7年3個月，陳梓華係監禁6年3個月，李宇軒呢就係監禁7年3個月㗎。至於另外3間蘋果日報相關公司呢，就係就住一個嘅罰款啦。咁其實呢係大概係罰咗300幾萬㗎。